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新竹市东区一间幼稚园的老师疑似对幼囡仔有性暴力的行为。这被害的幼童的家长今仔日开记者会来说明，讲伊的囡仔是一直到迄个老师无离伊迄个班，才敢甲过程讲出来。囡仔讲老师有对伊做出着迄件代志，而且囡仔身体阁真正有故样，若肠仔有发炎，囡仔阁一直吵闹，讲袂去学校。幼稚园安怎来驳回咧？幼稚园讲，迄个老师已经离职，监视器嘛无保存，即摆就是交予司法来调查。某一天，他又脱口而出：“妈妈，他对我做那件事情，他直接用他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我们当下。”小气囡仔伫咧幼稚园去互老师卡来手来做老母的，是好甲袂讲话。孩子有一次肠子发炎去急诊，我当时没有再多加的确认，可是谁会想到肠子发炎还要去确认其他的地方？发现囡仔身体有故样，加上一直乱讲，无想要上课。伫咧老母的关心之下，囡仔才豆豆啊讲出事发的经过，互老母是气甲要报警，甲幼稚园讨监视器的画面，也毋过幼稚园说讲影片早就态度无保存。事发了后，伫咧新竹东区这间幼稚园是照常来营业。敢若表示讲，这个老师2月份报到，4月份离职。佮讲家属讲小朋友是4月初去互侵害，也毋过说是5月份才甲讲。监视器的画面早就已经互洗掉。面对指控是鸡喙变鸭喙，嘛造成幼稚园的学生流失，敢若会当等待司法的调查。也毋过这间幼稚园过去违规记录更加是前科累累。重点是这个人还没有离开园所。还把他调去托婴中心。我们后来教育处去查，他的身份是工读生，他不是任何教保员，他是工读生，在这个补教法中是 OK 的。那这样子出事了有保障吗？我要说的是没有。幼稚园参家长一人讲一套，真相到底是安怎？恐惊阁需要司法进一步来调查。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